今日我唔係去食嘢啊，我去揸飛機啊！哇！今朝咧一早出發，由呢個港珠澳關口出發啦，大概43分鐘車程，嚟到呢個麻瓜飛行學校啊，就去參加呢個咧價值78000蚊嘅飛行執照嘅體驗課啊！30分鐘仲可以揸呢個明星機型。嚟到學校第一樣最有儀式感嘅就係換咗衫先，換翻件 Captain 衫先啦，唔好講笑。但係溫馨提示啊，提大家記得帶條長褲，如果唔係就好似我咁柒出國際啊！一開始咧上咗一個用粵語課程教學嘅理論課先。今日咧我哋就有6個任務，到而家為止我都好模糊嘅，係咪真係飛得到嘅呢？上埋個模擬課程，我連飛機都爭啲炒埋，我都唔知係咪真係可以飛得到嘅。希望我平安大吉啦！今日嘅老師咧係超過2000小時飛行嘅李教練。去到呢個停機坪啊，喂，睇下啲飛機其實真係好新淨，每架飛機咧都唔會超過4年嘅在役時間，儀器都非常先進新淨。好喺教練嘅輔助下呢，我哋即刻起飛。第一下起飛嘅感覺真係非常之新鮮，從來都冇感受過呢個咁機人合一嘅感覺啊！喂，第一次同天空咁接近，一上到去呢，由教練嘅輔助下呢，我哋開始我哋嘅6個任務啦。教練呢都好細心啊，由頭到尾都一路指導住我。去到最後一個任務呢，就係下降之後再加速起飛啊！真係緊張到流晒汗。好彩教練真係好專業，由頭提示到尾。我覺得學識揸飛機呢，係人生必須完成嘅清單之一。第一次呢，同天空咁近，個感覺呢係令人好上癮嘅，已經呢好期待呢，如果我自己一個飛嘅感覺。